係啱啱跑完嘅4月22號嘅谷草野賽。喺呢一日賽前，我哋話俾你聽值得留意嘅馬匹，其中一匹就係第4場嘅6號乙木。嗱，結果乙木係跑第一。如果呢一日你有職業排位計算表贏錢版喺手嘅話，你會知道，如果你揸呢匹嘅馬膽喺呢場嘅賽事，我哋提供嘅配腳其實係中晒 Q、T 同埋4重彩嘅。嗱，呢條 Q 就係乙木搭團長好啦，係咪？嗱，呢條 Q 係派861蚊，咁如果買 Q 嘅話，一拖5都係50蚊嘅啫。回報係非常之高嘅。咁如果你係買3重彩嘅話，呢場嘅3重彩係派4000幾。咁如果你將呢匹馬膽排第一、第二去買一拖5，5蚊一注，成本都係200蚊，咁你係可以收2000幾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將呢匹馬膽排第一、第二買4重彩嘅話，嗱5蚊一注，成本係600，你係可以收過1萬蚊嘅。即係呢場嘅4龍彩係派2萬幾，你買5蚊就過萬啦，係咪嗱？呢個就係當你有職業排位計算表喺手，係好多機會係可以幫你揾到食嘅。咁當然啦，我哋講過啦，我哋全新推出嘅賽日贏錢碼，如果你係職業排位計算表嘅用者，我哋強力建議你係要有呢個表喺手啦。嗱，點解？我哋再睇翻第4場啦。嗱，第4場你會見到全日紅色嘅係第一匹，係咪就係乙木？咩意思咧？即係話呢場嘅賽事喺排內檔嘅紅色馬，即係強嘅馬係冇嘅，見唔到嘅。咁喺他城都冇，咁即係話呢匹馬嘅贏面較為大。因此呢類馬見到，其實你嗰個目標落注嘅話係買佢贏，係咪？因為佢贏面較大啊嘛。但係由於佢係熱門2點幾，咁即係話其實買 win 嘅話，其實唔值博噶啦。咁點樣去運用呢匹馬咧？咁當然你就要喺 Q、T 或者4龍彩嗰度動腦筋啦。當然你買3龍彩、4龍彩，你運用呢匹馬就行頭啦，係咪？橫掂你係買 win 嘅。因此有咗呢個表，你見得好清楚，佢嘅贏面較大，係得一匹紅色，你就可以。如果你係贏錢版嘅用者咁你咪可以拖翻我哋所建議嘅馬匹啦，或者你喺呢個位其實都見到嘅。嗱，呢個位排中檔啦，內檔就冇啦，係咪？嗱，中檔就有2匹啦，其實有3匹，就驕陽紅心排6檔中檔啦。咁如果你係買3龍彩、4龍彩係必拖噶啦，係咪？因為冇第二啲馬。咁團長好亦都係，嗱，佢完全唔起眼嘅，上仗跑第10，輸5個身位。但係佢今次佢啱啱排喺5檔，即係內檔個邊緣。咁即係話呢匹馬其實亦都係必拖嘅。因此如果你買 Q 買短嘅，其實你又可以考慮用乙木、驕陽紅心、團長好，係咪？嗱，如果你拖1拖2呢條 Q。800幾蚊係命中嘅，驕陽紅心係跑第4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係有埋贏錢版喺手，你會見到呢場嘅賽事有2匹勁進非凡、良區好友都係排內檔，都係做過真正嘅同情實力馬嘅，係咪？其實2匹都係貴內。嗱，良區好友咁貴啦。咁如果你去揀勁進非凡，其實佢亦都係今季做到真正嘅實力，不過佢做嘅路程喺田草，即係更加強嘅。咁呢2匹馬，如果你拖埋嘅話，咁即係話其實3龍彩、4龍彩係非常之容易命中嘅。OK， 就好似呢位用者啦，咁佢就第一日就訂閱咗我哋呢個賽日贏錢碼啦。佢係正係唔買 win 就係買3龍彩行頭嘅啫，單色馬膽，係咪？嗱，必拖嘅就團長好、良區好友、驕陽紅心、
競進非凡，咁啊佢加埋呢筆嘅3號幸運愉快，即使排12檔，求穩健拖埋佢，買5蚊一注，100蚊嘅啫，係收2000幾嘅。咁如果呢位用者佢係買100蚊 win 嘅話，嗱佢其實係收230，係爭非常遠嘅。賽日贏錢碼另一個功能係可以非常容易幫你揾到一啲直播嘅冷膽，特別係短途賽。咁你見到呢一日第9場呢場1200米放頭馬有2匹都係紅色，即係呢2匹都具備實力。咁短途賽放頭馬具備實力嘅係最着數嘅，一匹就係包裝名將，一匹就係快活英雄，但係嗰個賠率爭好遠。包裝名將係大熱門，而快活英雄就係14倍嘅冷馬。第二日遇咗咁嘅情況，你係可以利用呢匹嘅其中一個冷馬，有陣時係得一匹嘅啫，有陣時2匹，你就可以利用冷門嗰匹嚟拖翻轉頭呢度個紅色馬，係搏冷嘅，即係好似呢一日係咪？嗱，你又可以揸住呢個快活英雄，因為佢係冷門臨場啊，你就可以買 Q 拖翻其餘嘅4匹。咁當然啦，個目標你咁樣拖翻轉頭就係搏冷噶嘛。咁當然呢場嘅次熱門、至滿同埋跑第2嗰條 Q 係用熱門拖係一樣，但係很多時你係咁樣去買係一個風險防風險嘅投注方法嚟嘅，令到你可以搏到冷門。當然亦都可以考慮買單棍嘅，就係快活英雄射呢匹嘅馬膽係咪單棍亦都可以。正例如呢一場呢一日就係4月8日第9場，亦都係3班1200米。嗱，呢場放頭馬紅色嗱就係呢匹嘅仁和家興啦，佢係放頭嘅紅色馬。咁呢場膽就係呢匹嘅俏眼光啦。嗱，你又可以正，因為仁和家興係冷馬啊嘛，30幾倍，正可以仁和家興拖翻轉頭，或者仁和家興同呢場嘅熱門，你買一條單棍，正如呢樣咁啊，就俏眼光仁和家興好個本好少嘅啫，買30蚊。由於呢場係冷門放頭馬跑咗入嚟，令到條 Q 係有400幾蚊嘅，咁買30蚊收1000幾蚊，嗰個回報亦係非常之高嘅。OK， 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周不時會出現嘅。因此，如果你平時係買開中意買單棍過關嘅，有啲投注者中意買 Q 過關單棍嘅射幾關嘅。嗱，周不時當你有咗呢個賽日贏錢碼喺手，你會好容易揾出呢啲咁嘅直買嘅單棍，而且呢啲單棍嗰個命中率仲係非常之高嘅添。另外，賽日贏錢碼另外一個最大嘅功能就係可以幫到你用好少個本錢係贏大錢嘅。嗱，嗰個方法就唔係買 Q 過關。即使你咁樣買，解釋俾你聽點解唔係。好似呢場咁，呢位用者係買 Q 過關啦，即係第5場我哋嘅賽日贏錢碼個4匹紅色係咪？同埋第9場1拖4嘅，佢就買咗2100 Q 過關，買10蚊一注，成本係240。咁呢2場 Q 過關當然過咗啦，佢係收1100幾。當然你咁樣買亦都係 OK 嘅，但係如果你想贏大錢嘅話，將你嘅注碼集中喺單 T 嗰度，就唔係 Q。個原因就係單 T 嗰個派彩比 Q 高非常之多，而呢個表最大嘅好處就係連單 T 都周不時命中嘅。俾啲例子你睇下啦。第2場係咪？我哋亦第1場有4匹啦，紅色嘅啦，呢個係贏錢碼入邊啦。如果你買呢4匹嘅 Q 嘅話，你個成本係60蚊。呢條 Q 係派90蚊嘅啫，贏30蚊。但係如果你買呢4匹互村嘅單 T，個成本仲少啲添啊，
係咪？唔係60蚊，係40。嗱，你呢個單 T 係收679蚊㗎。咁第二場其實亦都係咁。嗱，呢場有3匹紅色嘅馬啦。咁如果你要買要加多匹，當然係呢個啱啱第9檔嘅同程真正受理馬啦，就係呢4匹。嗱，如果你買呢4匹嘅 Q 嘅話，60蚊嗱，收67，係咪贏幾蚊嘅啫？但係如果你買呢4匹嘅單 T 嘅話，嗱，你成本少咗，但係你收嘅錢係多咗啦。呢個淨係講單場嘅啫，係咪？嗱，第5場亦都係一樣。第5場呢場嘅4匹互村係中 QT。嗱，如果你係買 Q 嘅話，仲要蝕本嘅。但係你買單 T 嘅話，嗱，你係賺百幾蚊，係爭好遠嘅。OK，咁既然單場都爭咁多啦，咁你諗下啦，如果你買單 T 過關同 Q 過關，嗰個回報係爭幾之遠嘅，非常之好大嘅分別。因此賽日贏錢馬，嗱，第一你一定要擁有，第二你集中買嘅彩池就集中係買單 T 過關，咁樣買你嘅成本非常之細，而且係好容易收過馬。